三公主，您要是有时间，就常来教坊司听曲儿，可好啊？哼，真好看。他的手要放在他手心啊。哎呀，哎呀，不要，我不能接受，好难受。教坊司。好，来，搬了啊，转身下去。哎呀妈呀！沉浸在松梦的美色当中。样长得还挺标致，回来洗干净，今晚送到我府上。这就像我亲戚，旁边那个算了吧。旁边那个给那个教坊司放。好，这样子，大哥，这样，摇过来做动作。遇上了。那就先让他下去吧，还是我一脚把你踹下去，我一脚把你踹下去。啊，然后他就下去了。第一轮比容貌，台上两位谁更好看？